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模分享数款福起来，係阿明姑劉浩明。觀眾朋友，你這個有想過冇？嗰種人生冇一次行前的吧？你這個可能唔對，你這個未來會看到某個風景，尤其係睇我哋早期農業社會地方，其實一出國留學唔係一個幾簡單的事情。我哋入面有想到咯，如喺我哋嘅紐西蘭梅市睇學嘅中番林先生來到我現場。一路係農業子弟，但是後來出國去讀書，也變成一個教書，我哋馬上翻譯來到我現場。童教授你好，主持人，你好，那我是钟焕林，來自紐西蘭梅西大學的。好，今日我分享我哋咧钟焕林教授來到我現場，因為其實焕林教授其實困難的我估了我哋台灣啦，一般估了係咪乜嘅關係啊？那我大部分估了台灣有兩個大目的哈，第一個是學術研究，那我本身要拜估了，我其實想對廣州過來啊。那去廣州的時候是去怎麼講，就是去那邊的大學，去演講，分享一下我的研究成果。另外一個是我是國際怎麼講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的副主席啊，所以我就怎麼講利用因為副主席我要代表去怎麼講去開會啊，然後組織明年的會議這樣子啦。那這次回來台灣，那也跟怎麼科技大學、台北科技大學呀、中央大學，他們都有一些合作聯繫這樣子啦。嗰個其實真的是困難的，我哋咧總教書過來台灣嘅時間，我哋有啲機會可以訪問到總教書，因為其實同個總教書嘅啲算是我哋兩百，其實算是可以講嘛，哈，有些兩百，那頭都已經講係一啲。那其他的領域呢？其他的領域是哪一些部分呢？因為我本身我研究領域大概4大部分，第一個是人際關係網，這個對怎麼樣對華人世界他們重要啊，因為各位都用一個關係去幫助把東西賣出去哈。那因為我本身係嚟新移民啊，我移民到紐西蘭去啊，所以我對移民來講，怎麼講？最一個很大的目的就怎麼樣幫助我哋在紐西蘭的一些employer 把東西賣過來，譬如說奇異果。對我們來講是很台灣是一個很重要的市場啊。那另外其他的3大領域是像什麼國際行銷策略呀，這個也很重要啊。譬如講你怎麼樣定價啊，我的產品怎麼設計啊，然後怎麼樣去了解，我們叫 B2C， 就是 Business to Consumer， 就是那個消費者行為學啊。那另外第3項就是移民企業啊，或者是移民效益啦。所以移民效益就是說我是移民經理，對不對？我怎麼樣幫助我哋紐西蘭的雇主去了解台灣，去了解中國大陸，去了解香港。那最後一個是 technology and marketing， 這個是一個最新的，講不少見，就是那個傑森黃，那個黃仁兄他們那個板塊啊，就是怎麼樣用 AI 幫助企業去做國際行銷這樣。教書人嚟講啊，都馬上都想到，其實一見人睇我算是紐西蘭對於我哋台灣來講嘅話啦，其實幾多嘅嗰種印象都真係從頭到尾嚟講嘅。睇睇我哋那個算是奇異果，好，以當做形容嘅去打擊我哋嘅台灣嘅市場，而變成台灣市場一天都陰天也俾紐西蘭奇異果。那聽見都講。其實我哋見下有幾多人去我哋嘅紐澳去打工換宿，好，佢其實係個現實嘅問題。你講，你用我去接觸到一條新來嘅義工，好，所以係短期嘅一啲工作啦，好，但是你用我去認識一啲人，那同時更加最新咧，你用我去聽講，用我去做一啲事情，其實一條算是我哋行銷兩塊地方算是幾重要嘅，但是我哋本來都提過，其實唔係美容人，因為其實我哋常常講美容學博士醫生最多啦，謝謝教授，係博士醫生教授，看到博士醫生教授其實大部分都係學術界，而且因為我講黑人，如果講黑人啊嚇，如果鋼鐵讀書，唔會做生意，但是其實我哋講線上嘅兩塊大部分係商業的部分，我哋幾多我哋開始一條線講到講，其實喺做其實農業沙皮喺度美容，其實因為我講咯，你讀博士啦，你讀做教授啦，大部分都睇台灣嘅一啲本土，其實係唔知教會一啲求學嘅歷程，係咪同他人講一下？好啊，應該嚟講嗬，
来喊咧龙山国小毕业的啊，OK， 龙山国小毕业，然后毕业以后，天美浓有3大国中啊，南龙国中，还有什么美浓国中，还有龙斗国中。那我自己选择去比较走不一样的路啊，就是我的学区是南龙国中啊，但是我跑去美浓国中念了。但是现在我回想起来，那是人生应该讲最低层的时候啊。为什么 ？OK， 俺人移民到国外去，我们有个怎么讲，就是要习惯他那个。其实对一个国中刚毕业的，我是算是乐区去念书的。那我做到的朋友，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一到那边有适应上的困难，所以我国中2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成绩是怎么讲，一落千丈啊。然后到3年级的时候，那个老师看不下去了，他说你不是我认识的钟焕霖了 ，OK， 所以你一定还有更好的潜力去那个，所以我从国中3年级大概下学期开始，快上马读书啊，但是为时已晚了，考到模啊，所以那个时候考上，我们大家都过来的哦，都底下攻那时候的高中最好的雄中嘛，对不对？最差的是奇美高中，我是后面倒数第2个冈山高中，冈山高中嘛，然后那另外的是考上正修工专了。OK， 那还做正修给他哈，怎么样应届的，然后就想，哎呦，不想再念书了，干脆就念职业学校，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工作这样子。但是我在念正修的时候就开始，哇，这整个人生就开始从那边转变了。就讲高一3嘛去读书有没有？然后怎么样？我们知道那个时候高中专科一毕业都会当兵的哈，做2年兵啦，做迄个。其实我在当兵的时候就开始去思考，讲以后怎么办？因为我在父母亲啊都是摩托族啊。他们最大愿望就是小孩子能够有所，至少在学术上有成就这样子。那尤其我祖父，他完完全全非常的失望啊。那国中3年级那个时候，因为考到是最差的学校这样子。但是我当兵的时候开始准备英文，所以一出来马上就考上逢甲大学。那个时候的专科学生2大选择，第一个插大，第2个台湾工业技术学院，他们叫工技院了。所以怎么讲？我第1年考上逢甲，我没有去念了，隔天带了一个军事包，就直接上南洋街补习班去了，整整花了1年。白天在图书馆，晚上去补习班，大理补习班念了2年，对，补习了1年了。很顺利的，我从机械转到工业管理啊，第1年应届就考上了。那个时候的科技大学就这么一间了，所以那时候的录取率大概1/1000啊，1000人一样写1根印了。所以在我一进那个台湾工业技术学院工业管理系的时候，我那些学长很气啊。为什么他们很生气？我不会用3年考错，你他第1应届就来，所以是学长变成同学啊，哇！而且我们是能够考上还是运气好的，嘛规都考不错的呀。所以很多人考了1年、2年、3年，我碰到还有考4年都没考错的呀。所以运气加上自己的努力了，然后这个大概就是在台湾这一段的求学经历。其实是你这个因为讲，你这个算最低层的一个国中语言的时间，好，以之后到后来这个感觉到嗰種這個有認識到某個東西，冇如果要尋到這個未來一定行係某一條路，然後開始路這個去努力，一件事情其實係最重要嘅啦，吼。因為其實有時家人逼冇爸爸媽媽逼，其實冇用，好，冇辦法去幫這個可以講努力，但是假如講你這個因為講，唔能行一條路，唔如果我想要行一條路，但是其實是有想到講唔能出國嘛。好 ，Good question 。OK， 其實在怎麼講，就剛才怎麼樣？剛才在聊天的時候也提到這一點哈，方向嘛哈。對我來講，我的方向就是一個字 ，English。英文，不曉得是因為行業嘛吼，行業講
火罗维嘛，功德加贺啊。然后怎么讲，就是给你当然没话讲嘛。对我来讲，英文是，其实我英文也讲得很好啊。然后尤其在台科大的时候，所有的 subject 那么多的科目里面，英文大概是98分、99分啊。OK， 那因为你分数最高，对不对？然后我的老师，英文老师，那时候台科大就已经有美国来的老师啊，教英文的，他大概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学生如果到国外去，会不会有这个 potential？ 意思就是说，你能不能说那个时候去怎么讲，就是很顺利的，在美国念书不简单啊。OK， 刚开始你在台湾就不简单，为什么不简单？你要考到托福啊。那对商科的学生来讲，要加上一个 GMAT， 所以你托福至少要650、700分以上，对不对？然后 GMAT 分数也要多考，这个是最基本的。完了之后你要去申请大学啊，不光是这样的，那个都是初步的。真正的 challenge 是你到那边之后，你怎么去老师上课，中国的台湾老师一起对不对？你根本听不懂啊，你听不懂啊。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我那个时候就怎么讲，就是反正就是很敢讲，学你嘛，将来讲火罗发。我那个时候在正修的时候，那个讲火罗话足练凳呢，我那个很多同学，你讲台湾话都无 Q 呢，我说是啊，而且骂人的时候最会啊。所以就把那个学习的那种经验应用到语言，就是国际语言，就是英文这样子。所以我是班上大概前2年到美国去的，我还非常的清楚，我出国那一天是1989年，然后那个时候我跟那个几个外国朋友就准备要去美国，其实不容易啊，真的要准备很多事情了。那个时候天还没识别了，就看到那个坦克车有没有？那个然后隔天我就飞到美国去了。那边之后一到美国之后我就没有回来了，2年多整整2年多快2年半，整整在美国这样子。嗰時候去到美國嘅狀況，你都係發生乜事情咯？休息下喎，我哋喺台灣嗰度嗰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嘅，所以就冇類似我哋面容，同時更加睇我哋紐西蘭媒體，睇好總歡迎告訴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講，當初做乜我準備去美國，咁你幾時就去到美國以後，係去讀碩士還是讀博士啊？接下來是還是讀碩士了，然後怎麼講？那接下來其實大部分的學生呀，就2家大學呀，台大跟政大。所以有大部分那些同學啊，他們都是大都會區的，然後一般來講，他們的家庭環境是算不錯的。對我來怎麼講？對於比如說客家子弟，對不對？而且我們對面人真的沒有很多。我說到國外去念書的時候，OK。那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是班上唯一一個 OA 外面去打工啊。所以對我來講，我是怎麼講？我一到美國的時候，就開始 TK 公司就好搞報到，然後開始要上課，對不對？把錢繳過去。還有一個小故事啊，阿姨給你了那個時候1989年去美國的時候，一個人身上帶了50萬台幣啊，給他位唔抵押講要把錢用轉過去哦，全部用 Travis Check，就那種。American Express 有沒有那種旅行支票？一台本，一個人帶50萬哎，然後到華府的時候是晚上凌晨1點啊，非常非常害怕。就是可能講睇我一個求學嘅一個什麼，就是個情況啦。尤其嗰時間，一方面馬上都愛上課，嗬，一方面都馬上都愛打工，愛尋工作，嗬，喺人哋身份，那會遇到一個好嘅一個波動。咁嗰時間，唔知㗎，後來睇美國有順利拿到碩士嗎？有。然後而且成績非常好。我那時候白天打工，按不了雙溝有冇？其實那個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學習經驗啦。明來就我
那我怎么讲？我要面临很多很多。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啊，有西班牙人，有什么东欧的、苏联的、中国大陆的，对不对？然后什么东南亚的，全世界人全部都给啊。啊，每一个人种讲的话又没相同，对不对？所以你在餐厅里面打工，你可以碰到形形色色。那这样子的话，哇，我一下子把那个东西跟那种餐厅里面学到的，对不对？运用到课堂，所以他成绩反而更好。就我刚开始的时候，某一打工有没有成绩不错？打完工之后，反而成绩更好啊，因为熬不了几日，哇，马上某一点钟，读书吼，唔係講係天開幾日嚟睇嘅，你係講係3、4點鐘專心去讀嘅喎，那個省着你半天，所以我很多同學。哎，奇怪，你要成績有比以前高啊，老公，我没有很多时间了。我的时间就是晚上大概我什么，对，法府很冷啊，熬不得鬼啊了，马上都开始读书，读到2、3点嘛咧。其实按你讲冇错，因为其实像在打工嘅话，我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嘛，从事头都像我讲嘅，其实学英文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但是其实了解美国的文化，其实真的愛去到現場，同時愛時間，好，那我哋講啊，做乜嘅人家嘅文化喺安尼去流變呢？咁後來，你這個博士班嘛喺美國通咪？唔係，我要講，我碩士畢業以後順利拿到學校那個什麼那個碩士學位哈，就是台灣人現在講 EMBA 啦。那我給他推好考在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 大概排名全紐大概20名左右，所以很好的一個以 MBA 來講是一個很好的大學。剛剛給他為畢完業之後啊，就回來台灣工作1年了。那個時候又碰到貴人了，給貴人啊，那對紐西蘭專門辦移民的。我怎麼講？就是我那個時候的女朋友，以後的太太，然後她要來紐西蘭念書的前1個晚上，碰到這個，怎麼講？她本身是基督徒，然後所以很喜歡幫助人家，啊，有紐西蘭人咯，幫人咯，啊，又開移民公司啊，她一句話冇講，做乜嘅呀？我講我剛從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 MBA 回來，哇 ，OK，講可以讓來辦公室。我說好，我就去辦公室。他叫我去他辦公室的原因啊，就講給他為紐西蘭移民有沒有？很簡單啊，2個大 criteria。第一個年紀，第二個學歷。你喺講2個，你喺講你什麼？你年紀差不多30歲以下，然後你又是高學歷的，automatically 幾乎啊。沒有什麼限制，馬上就直接移民到紐西蘭去了。所以他一看，你也不要花錢找我了，你就自己去辦。所以接下來就直接找紐西蘭的怎麼講？說實在是紐西蘭的大使館了，他們不能用大使館，用那個嘛哈。然後所以反而是因為給他模擬啦，所以有個東西有沒有，都是大使館主動找你啊。說哎，你要什麼？我叫 Henry 嘛，英文啊 ，Henry， 你的東西哪裡沒有齊全，對不對？你送過來，你只要把東西送過來就好。那我會其他我來處理，所以就這樣順利的就移民到紐西蘭去了。嘿。其實到紐西蘭，其實就像頭先講嘛，因為其實紐西蘭嗰時節嘛嗰時我講算是有專才嘅人去移民嗰邊，而家去到嗰邊嘅時節，你馬上都去到學術界下，還是講有去到業界去工作咯？下面其實那個時候只有一個字啊 ，survival。survival 意思就是講要怎麼樣去生存下去啊，所以2個都是的。那紐西蘭有一個很大好處，就是說你讀博士啊，唔是錢啊。他是鼓勵你，然後他還會給你一點點錢。所以剛剛開始在應該怎麼講，就是先去，其實是先去業界啊，然後我去業界找到一份工作之後啊，然後就是在當地的像我們的技術學院這樣子服務啊。OK， 紐西蘭呢他們有一個很大特色，有那特色就講啊，他不怕你跑掉，伊講啊我去 interview 的時候像這樣子哈，去 interview 的時候，我老闆講說，OK， 我要請你，對不對？但是有一個什麼，有一個 condition， 就是有一個條件，你要去念博士。OK，
OK， 我说好，可以。然后钱谁出？我们出。然后法国出，纽西兰政府又出，所以图书不是钱啊。然后，那我很好奇问说，刚才图书托宾亚本，博士拿到诶，我到其他学校去，你介不介意啊？他说我们不介意啊。他说为什么你不介意？因为你再怎么跑，你还是在我们国家的一个 resources， 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什么一个资源啊。你就是说只是从这个学校移到另外一个学校这样子，所以哇，我被这种蛮感动的。OK，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没有就很顺利的现在边教书边念博士，然后这样我用 part time 的，用那个在职的有没有？拖个大概6年左右啊。那在中间有2个女儿出生了，蛮累的。等于如果其实以人嘅时间把人都变成係一個人才，一個職業，好。不過香港人培養，政府培養唔好，反正都是在都係等於國家培養。錯。可是他一般可能會有一個新的發展，佢都冇去學校，冇得講，甚至會去業界工作。但是至少你最蠻努力的，還是你都要為國家。說實在的，我還是覺得英國系的系統可能 heritage， 因為講不好聽，英文其實係對引進出來的，然後它的一些傳統，對不對？包括亞洲香港啊，他們也是蠻 appreciate，說那種引進的 heritage。OK，那英國的有個很大系統，就是說它那種 freedom of speech，就說我太好搞數有冇？我做研究的東西，全部都是我自主能夠決定，所以我哋學生嘅培養出來呀，他是蠻能夠獨立自主。紐西蘭，有這麼550萬人口啊，不過呢，全世界說實在的，譬如說以奧林匹克，對不對？各方面的成就，你們台灣也很喜歡我們紐西蘭的那個奇異果啊，對不對？我們紐西蘭的羊奶粉、牛奶粉銷路都非常好，對不對？牛奶、羊奶，或牛肉跟羊肉都不錯嘛，哦。那我們今天會有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還是以紐西蘭的眼光來講的話，說實在有它一套哦。唔錯，係啊。嗰個其實冇強嘅國家，這個係其實係冇強，但是其實對紐西蘭嚟講嘅話，其實對人呢一部分嘅尊重係貴重嘅話，首先下我喺嗰節目我哋買幾多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節目來自我哋美濃同事嘛，喺我哋紐西蘭梅市太好總歡迎教授來到嚟現場，同我分享過，移動做咗嘛，我去到我哋嘅紐西蘭，我想想問下，因為其實總教授而家教書教到而家嘛，有一段時間啦嘛，嚇，你係咪有這個印象幾深嘅學生啊？有啊，從我呀哈，我教書咧有3大領域哈，有我們英文啊哈 ，undergraduate、postgraduate 跟 PhD。意思就是說有大學部、研究所跟博士班嘛。那要3枚的 boy 呀，說實在的，大部分學生呀，我哋有2大部分啦，一個是紐西蘭本地的亞族的移民的學生嘅有冇？那而嘅啲學生嘅大部分就 IC 啊，所謂 IC 就是 India 跟 China， 就引嘅。不是，對不起，總結同 into 啊，那總結又比 into 太加佔很多啊，所以應該嚟講嘛，一般啲大概有90%總結態度來呀，偶爾118位，我有台灣的學生嚟，那因為我差不多搞咗30年了，那這30年來感觸最深的就是總結態度，因為反正我經常講，連共產社會產生下來的學生有沒有？他們咁悶啊，他們會自己的權益去爭取，有沒有？哎呀，這樣台灣的學生是蠻欠缺的，公司差異啦。那我們一直在講說，現在台灣的學生有一點像溫室中的草莓，對不對？說實在的，我不能說我不同意啊，因為可能按的學生而已嘛。所以我是覺得啦，就是說我們慢慢的台灣的學生不管是在所以也在改變了哈，那有希望說他們能夠問問題的時候，對不對？比如說我在
我现在是全世界排名 top 2，就是前2%的样的跟那个科学家有没有？那我们是，而且我发表论文50-60篇，算很高的，很难得有个 give 有冇？所以我去演讲的时候，佢總結態度全部都當場來問，來台灣破上唔會問，就電動講起來，要慢慢再去問問題啊。我覺得這兩個這樣的 approach 是有差別的，就是講你叫法，沒有一種耳濡目染，有沒有？就是說你如果說事後再去問，人家覺得說你會用比較不專業這樣子啊，感覺上是這樣子啊。所以希望講這一點大概是感觸蠻深的。我一些部分的原因吼，其實都像俺哋早期俺哋從頭我講到講，中國的學生佢有狼性，佢有狼性啊吼。我從頭都想講，到底也別差異喺哪？一方面當然係因為中國一來講一定嘅競爭力過強，因為睇按到10個億人地步，每年都1000多萬人入畢業，我以整體嘅銷售嘅大學嚇，除非這個愛讀書以外，同時能讀書以後。嘛愛找工作，吼，嗰時就變成講，伊人佢希望睇伊人呢，也擺喺幾邊地方可以得到某個東西，伊人佢清楚。佢對俺哋太學來講啊，其實因為俺哋算是普設大學嘛，可是我哋而家要太學6-7個伊嘅人數已經比俺哋當初太學嘅時間，俺哋嗰時間讀書太學差唔多30%，而家差唔多8%嘅啦，吼。等於你講，你只個讀太學，等於有啲人係。唔地味到某個原因，而都讀過大學嘅，只是講我媽媽講我要讀大學。可是讀過大學對我其實嗰種味道質感，冇講味道未來嘅嗰種想法，可能都唔前去，唔先成熟。嗰時等於你講，我今日讀到安好教書，我媽唔聽冇乜嘅，因為我媽唔聽我前面嘅路程來。我其實我哋觀察係因為因為前一陣嘛，我哋呢。我哋咧職棒其實打唔會冧啊！有啲人都講，做乜個韓國嘅人同我哋台灣嘅職棒有啲差別？亦都其實對外國嘅嗰種限數嚟講法，因為台灣人啊，第一，伊可能有機會嘅吧，因為有限動啊，去美國小聯盟嘛好，大聯盟一個好吼，許多嘅片有機會幫我雙重打我都去，我唔可以去托到底便宜還是貴，嚇，嗰時。對於幾多美國人來講，我話以前人托台灣人，好，但是因為喺韓國的話，一般所以即個嘅職棒嘅嗰種市場都幾好嘅。嗰時等於講幾多人，幾多人都唔想出去，都睇即個地方，反正薪水嘛幾好，變成美國人可以幾好。去到美國又唔驚得你睇臉嘛，可是對於台灣人來講嘅話，伊有機會，伊如果出去，嗰時我哋想講，可能真係喺原地講，第一。我哋嘅市場如果細嘛，競爭性過少，同時都講，而把幾多生意你唔提供，而未來去做某個事情，你像頭先我哋講嘅呀，後來你冇開始去轉變成這個要求自家嘅事情，你都唔是在拼命去要求。我另外一個感覺哦，都講啦，其實台灣嘅學生呀，講實在呀，我們有很大的潛力啊，只是講我哋沒有一個。因為是一個 guideline，就一個帶領，有沒有 ？OK， 那個再問啊，我剛剛有提到這一點哈，你再問我一次，我講我會不會再走同樣的路？我的答案是100%。我所謂的100%就是講啊，我沒有一絲的後悔到美國去念書啊。OK， 今日台灣我按發展，尤其 AI， 尤其怎麼 TS 嘛，那個張忠謀的嘛，OK， 台積電嘛，對不對？都是一多年前去美國嗰啲人帶過來嘅，對不對？所以我現在蠻怎麼講，想看到的就講啊，那股熱情，那種出街的那種有沒有？其實頭都有講過咩？你去攞杯。去留學沒講過槍去學語言這個東西啊，還有文化，還有它的，譬如說我是市場的，人家說什麼去消費，消費者行為學，對不對？那個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你出去攞杯營養底下有一個東西有冇？所以唔就講句錯啊，總結太多很多年有冇？所以它出來就很有幾乎突然它是一個倒三角形一樣啊，最頂端的就全部就是攞杯啊。
啊，最顶呢就那些人有没有？所以它变成各竞争力非常非常的强烈有没有？那当然嘛，各希望能够写就是来怎么讲，在国外啊，比如说在台湾、在美国，田纽西兰那种经验有没有？那希望说能够至少给他们有一些帮助的话，对不对？那再讲一次哦，这真正台湾的后场唔会差，我们台湾人有很多很多的优点啊，公司差异啊。哎呀，真是就希望我真的可以把握一个机会了。错啊！但是有啲上我問啊，你講，因為其實你這個已經算是移民嘛，算是移民嘛哈，移民紐西蘭安居嘛哈，故鄉對你來講，起碼佢存在的一種感覺。台湾是很重要的一个家，对不对？我纽西兰也是另外一个家了哈。那米农对我来讲可以创业啊，黑毛米农没有那种人文气息。刚才主持人有讲嘛哈，台米农最多的博士，最多的什么，就校长，对不对？高书，然后老师那些，如果没有那种氛围，我想我今天的成就应该是没有达到这种成就。这东西哈，一种耳濡目染啊。所谓耳濡目染，就是说你根本就不需要虽然说偏你某讲啊，就是说他没有跟你怎么讲怎么做，对不对？但是那种你就会在那种大氛围里面就会有没有？那田海英雄里面最深刻的田米龙的一个对米龙来讲最重要的，我自己觉得了哈，我经验来讲，最重要第一个中亚内啊，其实中亚内对不对？那个烟叶对美容呢是一个命根子啊。因为它是所有的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基础啊，你知道那个烟叶养活了多少人，然后更重要的，怎么讲？成就了多少莘莘学子？像我们这些人，几乎都是怎么样？都是靠眼泪选出来。我迄物件都是会钱，都会选眼泪呀。所以我妈妈讲到这个有一点感伤了哦，就讲啊，妈妈讲啊，我怎么讲？快谁啊？唔係，其實對於米農來講，我話人咧真係像我哋講，秋田的人咧可以學啲博士嘛。但是其實我哋講做人呢一件事情，規模大，尤其係要選人的事情。係啊，你是條怎麼講？中原圖書館有嘛？都係聽說中原咧，然後阿不了真的34張被烘來下人咧，怎麼樣？然後去呢，是一件很辛苦了。阿姆哥嘅那個經濟真的是非常重要。對我來講，第二個。说不定比烟叶更重要的，就美容的女性了。这个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我自己2个女儿，我们家我自己兄弟姐妹，我1个哥哥3个妹妹，对不对？但是真正说把这个家撑起来的，真是不光是我们家，所有的我看了所有的美容几乎都是女性在撑的，所以包括你们的小编，对不对？几乎都是真的。我觉得我们应该至少在美容的男孩子，对不对？男性来讲，应该对美容的女性有没有在更加的尊重？嘿，没有他们真的是没有我们了。其實對嗰種民眾來講啊，客家人對西摩嘅應該西摩嘅客家人其實對家庭嘅支持係其實係一個重要的力量啦。因為其實對以前來講嘅話，我哋呢。那西摩都冇辦法纏足嘛，因為什麼細佬喺外面工作，如果太細事情照顧生意呢，田行嘅事情，可能能講西摩要有乜嘅啊？西摩嘅師德，田頭剃米，是，然後枕頭洗米，做頭剝米，就等於講煮飯時西摩嘅女工的活，田頭嘅事情，是，全部西摩做，是啊。故其實講，真是喺客家嘅社會裡邊，西摩嘅係一個對創業會支持的力量，它絕對不是一個第二系。對，係它幾乎就是它就是跟誰來共用來行，就說都說明更重要，說明更重要。係喺維持到一個家庭裡邊，對創業會一個核心，也帶生意經濟來源，係去工作，也以天數也為勞工，同時也家庭嘅經濟。嗰種其實按係談起來。媽媽對你影響會大，扎滿他呀，因為你要講，從小這是一個很感傷的。我當初我也美容這種圖書啊，就是用來求我舅舅，他是美容國中老師啊，
然后我把户籍迁到美浓去，对不对？才能够去美浓国中念书。他的唯一的希望就是说，希望我能够，因为来家吼，这种国小第1名毕业啊，所以他 expectation 就是说，哦，你去怎么讲？如果能够到美浓国中，那个时候美浓3大国中嘛，哈，美浓国中、南门国中，还有龙都国中，对不对？那时候美浓国中升学率最高了。他希望说我在那边能够发展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啊，结果是什么？跟他的没有达到他的期望，所以他晚上有时候会偷哭啊。不是你这个，我感觉到讲，其实对，会对不起妈妈。是真的。但是其实我感觉到讲，其实嘛，伊你也要孝顺啊，哈，你会感觉到说。妈妈的感受其实你很在乎，然后你会希望讲可以，甚至有一年，你可以帮妈妈感觉到，对你感觉到可以骄傲的一件事情。对呀，所以包括那个是怎么？所以我就国3开始有没有就可以是慢慢的就回到正常有没有？啊，虽然说有点晚了，考上冈山中学，考上正修工专，对不对？不过从正修开始就开始整个人生就，我真的不能再让妈妈再失望有没有？所以哇，当兵了就开始念英文，对不对？出来马上就考上逢甲大学，然后补习1年，考上台科大，同时再考上4间科技那个什么那个大学，一个条广国嘛吼，那个真是怪不简单啊。对呀。故事带对妈妈要期待对俺的学人的精神，俺的那种观念告诉，真是不管是听外国还是听俺的那纽西兰，嘛行出这个一片天。今天感谢俺的那总告诉，我们想从分享安精彩的故事。感谢主持人啊，感谢大家哈。休息一下，我再听俺的现场来，强化运通哦。阿康福起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去俺的面书点赞，还有到俺的客家电视台 YouTube 把俺的影片分享出去哦。